向进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由鸿海台积电甲租借同齐买的1500万吨 BNT 预封车，伫今日透早，阁有902000吨送到咱台湾。另外，疫情的部分，昨昏咱国内无新增加本土病例甲死亡的个案，验讲有8个大病入境的案例。也若预封车的注射率，即马咱全国有注头一档的比率，伫今仔日就会超过70%。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加开 BNT 甲 AZ 第2档的预约，会使约到今仔日中昼12点。下注嘅民众爱把握时间。由鸿海台积电自制所买1500万剂 BNT 疫苗，今仔透早6点10分，又阁有90.2万剂运到台湾。共款是由华航 CI62航班对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起飞，运到桃园机场，直到完成通关程序加检验封检了，就会提供后国人数。鸿海台积电自制所买1500万剂 BNT， 若阁加上今仔日第9批到货，已经有超过682万剂到货。国内疫苗注射率第2批有可能达到做1剂的7%，做2剂的3%的目标。有工会学者建议，会当考虑予疫情风险较低的国家用绿色通道入境的人毋免居家检疫。对此，但是中共边境政策若要放零，也该甲专家讨论。不过，就算要实施，估计过年过了较有可能。这些都在讨论中。那时间上，如果在过年后，这些机会就越来越大。第12轮第2阶段疫苗今仔日开始做。昨暗指挥中心又阁第2遍加开 BNT 第1期加 AZ 第2期预约，和10个26进前已经意愿登记的18到29岁民众预约 BNT 第1期，加40岁以上民众预約 AZ 第2期，時間到28中晝12點結束。記者綜合報道。咱外交部長吳釗燮昨昏是到捷克接受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謝辦國際貴賓種種會議。吳釗燮嘛有發表演說，強調現此時全世界嘅民主體制受到威脅，民主國家愛團結、愛互相扶持。伊嘛強調兩岸嘅關係即馬較緊張，中國嘅軍機直透飛來咱台灣擾亂，咱台灣會增加自我防衛能力，嘛毋望國際上換貼嘅這朋友會當替咱台灣發聲。第二半點鐘嘅會談了，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奇代表捷克頒發一塊文職獎章給外交部長吳釗燮，表揚其對促進台灣甲捷克關係努力。吳釗燮希望台灣甲捷克友好嘅關係會當是歐洲甲其他國家嘅典範，又講全世界民主體制受到威脅。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democrac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as been threatened, we need to work with and support each other. United, we stand, and divided, we fall. And it is as simple as that. 吳釗燮強調，兩岸關係緊張，中國軍機悄悄了台，咱國除了自我防衛以外，國際盟友也全力支持替咱出聲。中國外交部在這邊重申激勵中國，講是捷克少數人嘅操作。中方對捷克議會參議院和有關人員的惡意挑釁行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捷方提出嚴正交涉，將作出正當和必要的反應。聯合國通過第2500號決議滿50週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發聲明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伊講拜讀台灣有損聯合國甲相關組織嘅工作，美國鼓勵所有嘅聯合國會員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參加。布林肯也喺咧推特強調，台灣是美國重要嘅伙伴，也是民主成功嘅故事。台灣應該有意義嘅參加聯合國體系，尤其當咱面對着抗戰嘅全世界挑戰時陣。對此，總統蔡英文推文表示感謝，不過也引起中國嘅不滿。國台辦也批評吳釗燮這邊訪問歐洲，希望所有國家愛遵守激勵中國原則。吳釗燮希望全世界合作對抗威權，也對台海議題做回應。The threat is there, and the threat is getting worse. But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redict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war i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t depends on the leadership on both sides to be rational. 吳釗燮講，台灣甲中國若是發生任何嘅衝突，唔若是對台灣、對中國，抑個對全世界來講，攏是一場災難。中國可能會用提懸甲台灣嘅緊張關係來轉移中國國內對經濟成長變慢、甲能源短缺嘅注意。公司新聞，陳偉玲、吳其昌編輯。
继续关心12月18日的公投案就要投票，那这个双方对这礼拜开始慢慢向民众宣传。昨昏总统蔡英文伫民进党中央，伊就表示讲，袂使互公投变作恶斗工具，伊嘛发出口号，爱民众死的公投拢当无同意。若国民党的部分是对这礼拜开始，伊要困伫总统府头前的开刀，伫后礼拜嘛要开始巡回宣传公投案。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4个不同意，台湾不会乱下去。全新出面来面对年底4大公投，民进党中执会头一摆恢复实体会议，主席蔡英文开场先批评国民党甲罢免当作政治操作工具，宣示甲台湾基进的合作，甲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赢回来。虽然甲焦点转回到公投，认为国民党甲公投当作操作工具，阻碍国家的发展，绝对要站出来捍卫。我要特别要求我们所有的党公职。从现在开始，要全力来阻止有人滥用公投，来阻碍台湾的能源转型，阻碍台湾走向国际，阻碍台湾民主深化。民进党全力来备战，总统蔡英文会甲副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全国各地来宣讲。头一场拜6、30会在桃园来登场，蔡英文会亲身上场拍头阵。礼拜是伫屏东，有加举办上百场，向地方的民众清楚来说明政策。民进党凭一党之私，凭意识形态，或者是凭他们个人的算计，今天想要4个都不过。跟蔡总统说一下，4个不同意，台湾真没力。国民党也对民进党的4个不同意提出反击，而且对这礼拜6开始，7礼拜49天进行大地开刀的活动。主席朱立伦表示，拜6会到开刀为公投的志工朋友来加油。3月初1开始，党中央会有战车的宣示，出发到南部。迄天下晡，屏东也有公投的宣讲。国民党甲民进党双方拜6开始正面来对决。记者综合报道。若前总统马英九是被指控讲用无正常的手段，甲中视、中广、中影、甲国民党旧党部大楼用俗价卖掉，互起诉。昨昏1审宣判，前总统马英九甲大部分的人拢无罪，唯一有罪的是前立委蔡正元。前总统马英九互人指控伊毋是正常交易，属为中视、中广、中影，也甲国民党旧党部大楼，互国民党以及中投公华公司损失超过72亿。检方依照涉犯证交法定罪起诉马前总统等6个人。台北地院法院经过3年审理，2日7判决马英九无罪。马英九先生虽然有介入这个双方协商的过程，依照当时的一些录音的状况，并不能够去说张哲生先生或汪海清先生是在行使他们的职务的时候去屈从或是配合马英九先生去做一些贱卖股权的这个情况的存在。合议庭是讲，马英九毋是中投，也是公华公司董事，也是经理，甲证交法处罚的对象身份无符合。检察官也无到举证马英九有任何违背职务，造成公司损害这个问题。中投公司前董事长张铁添、前总经理王海清，因为配合广电法，党政军退出媒体，并经由合法庭司甲股权卖出，认定2个人无罪，所以马英九更加无共犯的可能。这样子的判决结果可以证明整个3宗交易过程应该都是没有不法，那我们也是由衷的感到欣慰。马前总统非常的欣慰，也感谢司法公正，还他清白。这个蔡英文政府不要再用司法追杀的手段对付任何一个在野党。您今年底的公投，2022年、2024年的选举也希望民众用人民的力量让东厂下架。马英九感谢公正司法和伊清白，不过被告之一的前立委蔡正元，互人认定是阿波罗公司的负责人。公司受托处理中影交易案，伫经手交易款项的时阵，因为个人需求，侵吞2.8亿元，佮故意漏掉会计事项，互人依照违反业务侵占，也甲商业会计法，佮判3年半甲6个月刑期。总统被列为被告，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回顾3宗案，为地检组开始侦办专案签结，查无不法，到董事会提出新事情，检方宣布重新调查，来回将近16年。进前马英九捌因为特别会假涉入案，互检方起诉，最后拢被判无罪确定。这届3宗案，马英九再一次胜诉，不过专案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昨回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略略增强，也毋过水汽无增加，所以今仔早还会较凉冷。咱来看云图，今仔日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北海岸有湿雨。若西半部今日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也毋过早暗拢会较凉。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8度6。今日各地高温是27度至33度。要提醒乡亲，拜六到后礼拜三，水汽会略略增加，所以伫东半部会有局部地暂雨，大台北的东边落雨机会嘛有小可悬。若中度的风台玛瑙未来会行向日本东边的海面上，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加人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会有长影。继续关心经济联合国上新的报告，国共若是敢若遵照即马现有的规定来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安尼地球的温度恐惊会伫即个世纪增加2.7度。这个数字嘛超过气候峰会所定的目标。另外，气候峰会月底要起稿啊，各国敢会提出更较严格措施？即马外界嘛拢咧紧看。全球暖化趋势挡袂牢，联合国日来发表报告预估。各国若讲只有依照即马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本世纪恐惊又完将会出现达到-2.7度的灾难性升温。联合国环境署上新报告依照保证各国遵守巴黎协定，加强限缩温室气体排放的上新承诺推算，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只比原本预期减少7.5%，到本世纪尾，全球油源升温-2.7度，比起顶摆报告预估的3度，只有淡薄差距。If governments, especially G20 governments, do not stand up and lead these efforts, we are headed for terrible human suffering. We need radical accountability to NDC commitments and radical strategies to achieve net carbon zero by 2050. All countries must step up.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次缔约峰会期，31将要伫苏格兰格拉斯哥顶场，各国敢是会做出更较有野心的减排承诺，加做关注焦点。不过最近几年，野外大水等极端气候一直伫各地侵蚀，要达标亲像需要真费力。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推算，若要控制伫2度以内，需要减少即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若要控制伫1.5度以内，需要减少55%。今年8月，联合国另外一份报告指出，敢若伫未来20年，温室气体排放都会当致使全球升温-1.5度，讲是成为林好路变热。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伫今仔日会宣布明年军公告要调悬薪水。根据了解，行政总处有向行政院提出2个方案，建议明年调悬3%也是4%。若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调悬4%，这个机会较悬。若真是安尼，就会整做25年来军公告调薪水调上侪一届。来看联合报，国发会伫昨昏公布9月份景气的定号，综合判断分数比8月份减1分，已经连续到第8粒红灯。加上最近的原物料一直拢在起价，日头起，明年军公告的薪水也个基本工资嘛要对咧调悬。咱国内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民众对未来半冬的物价感觉真悲观。也毋过，咱的官员是表示讲有信心，讲政府一定会稳定物价。来看中国时报，2021中国好野人排名，龙湖山泉董事长郑闪闪以3900亿人民票排头名，是赢过已经连续4档拢排第1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即马是中国的第1好野人。若抖音的创办人张一鸣是排第2，马云即马是排第5。另外有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创办人柯家印是对去年排第5，即马今年落甲排第70名。镜头来平湖，伫平湖有一个70岁的民众，那亲像是预防车自杀了后引起皮肤烂、腐烂、溜皮，是咱国内目前头一个。加在经过治疗了后，即马好利利啊！这个70岁男性患者规身躯皮肤烂起，7月7日注第一期莫德纳疫苗，迄个时阵无啥物无爽快情况，毋过转出了后下半身开始出痱，7月7日发烧，小可喘气困难，出现规身躯脱皮情况，这原是注疫苗了后发生皮肤烂起，全台湾头一个。它本身具有高血压、肝癣及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在7月14号的时候就已经
通报我们的这个不良事件。那目前卫生所也已经协助家属申请这个 VICP。这个患者去平湖3种就医，初步诊断是急性广泛性发展性狼疱症。经过1礼拜治疗了后，总算恢复健康。也拜读是史蒂芬强心症，也就是伤害性表皮溶解症。这个症状我们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但是因为这个全身大面积的这个脱屑跟脓包，我们要怀疑这是初期的症状。因为一旦进展到这个症状呢，全身的这个皮肤完整性缺损，然后没有办法抵抗外面的这个细胞，甚至是严重的发炎反应会造成器官的衰竭。那所幸这位病人是没有发生。3种平湖分院收到这个患者了后，立刻通报卫福部疾管署。目前卫生所已经协助家属提出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请。这个中心也公布最新的疫苗注射不良事件通报，26新增加139件，这个其中有9件是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个案。目前全国累计有962例，因为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不良事件，其中706例是注 AZ， 有216例是注莫德纳，28例是注高端。12例是注 BNT。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9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6388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6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889万例，伫法国已经超过723万例。继续关心德国总理梅克尔做要16天，伊打算无要阁继续做，要落任。即马已经接到落任证书，因为新的联合政府还未组成，所以梅克尔会继续做看守总理。等联合政府组成了后，梅克尔时代才会正式结束。德国总理梅克尔甲伊内阁的成员陆续来到德国总统府贝尔维尤宫，由德国总统施坦迈尔一来颁发该任的证书，也代表梅克尔15年又过338天的总理生涯落幕。施坦迈尔学了梅克尔执政的时期是德国现代历史上上界伟大时期之一，政府甲国会中间的民主力量，确保极端方法甲救济成事未来盛行。Diese gemeinsame Anstrengung war erfolgreich und das ist ein Erfolg.Nicht nur für Sie, sondern für die Demokratie insgesamt. 梅克尔任内经过金融的危机、欧元的危机、甲移民者危机，外交上来自美国前总统川普甲英国脱欧的挑战。伊在出席一场甲奈及利亚女作家的座谈时，访问着讲，敢会使望着良心，袂感觉不安来离职。伊的回答引起全场大家热烈的呼声。Ja, ich finde, dass ich mein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 Und wer es jetzt noch nicht verstanden hat, der wird es auch in den nächsten 4 Jahren nicht verstehen. 在这场的活动，梅克尔坦白讲，任内上界困难的就是欧元的危机。另外，16年来一直闪避来谈论女性主义的伊，头一摆明确表达，家己就是女权主义者。德国女权主义者施瓦泽讲，梅克尔展示女性的能力，并且以尊严甲决心达成啊，所以讲受到全世界女性的钦佩。Ja, arbeiten halt und Geld verdienen. 因为新的联合政府也未确定梅克尔继续担任看守的总理，大选内底得到上侪票数的社民党希望12月7日进前组成联合政府，到时阵梅克尔正式来卸任。面对未来新的人生，梅克尔讲已经下定决心，暂时袂做任何代志，静静观察动态变化，这已经真袂人咯。记者综合报道。若塔利班上台了后，阿富汗是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除了国际资金封锁起来无法度使用，气候变迁造成可旱嘛影响农作物粮食欠缺，因为无水，人甲精神拢受害。这阵牛伫咧用要打起的水边啊连水，边啊拢是土石无实物，这是阿富汗西部的庄卡，因为正拄着严重的可旱，田无水灌溉，人甲动物也无水通啉。السياسة المشرنة اللي دليل إنه ما خسته
بس تاسو خبره ده چې وتښ ته مجبور یو چې خپل دغه ځایونه پرېږدو ولاړ شو یو بل ځای ته انتقال شو。苦化造成农作物的收成减少，粮食也无够。为了要食一顿饱，有人家厝内物件摕出来卖，有人是离开故乡去别位讨炭。若果无法度，只好卖囡仔。发现社报道讲，有爸母是走投无路啊，就甲家己的查某囝卖互人做新妇啊。گوشنه و توشنه یه دارن کار کردن نمیتونه چند سال میشه و یه مامیت فلج شده اپلیج زده بیچاره پای و دستش شالا ایش کنی به جلک میکنی پاشم جلک میکنی یک کل ارد میستونی ایچی میشه گوشنه و توشنه نه روغن نه گاز نه هیچ زمستون ما بالای ما بیامد。农村苦化的情形自去年就开始，不过无论是前任政府，或者是这么蒋犯的塔利班，拢无在调解决。而且塔利班上台了，情势更加害，因为国际资金被冻结，和阿富汗原本的粮食短缺加经济问题比以前更加严重。ما از حکومت خود میخواهیم که منطقه به امن باشه و مردم با قحطی و مشکلات گرفتار هستند، کاروبار غریبی نیستند و مواد خوراکه با اوج خود بالا رسیده، یعنی قیمتی زیاد شدن، کاروبار غریبی نیستند، مردم به بسیار فقر و بیچارگی گرفتار هستند. 世界粮食计划署伫8月讲，2个月前阿富汗有1400人面临着严重粮食短缺，加走向饥饿的状态。这么人数已经增加到2280万人，超过全国一半人口。官员警告讲，若是无赶紧采取紧急措施，甲阿富汗对强要防备救带，恐惊有包括囡仔在内几多百万人会夭死。公司新闻齐欢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G20 峰会30要伫罗马举行，美国众议员发函予峰会主席，呼吁G20应该邀请咱台湾去参加。巴西的参议员因为不满因的国家防疫政策喊呱呱，已经通过报告，被建议以违反人道罪起诉因的总统波索纳罗。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伫当协会议强调，美国对咱台湾的承诺真坚定。咱的总统蔡英文接受美国 CNN 访问的时，嘛讲对美国真有信心，而且嘛讲愿意甲中国的习近平对话。中国的军机直透飞来咱台湾扰乱，甚至佫出现中国的直升机。有军事专家就表示讲，中国一直派军机来起步卡，可能是要达到空中优势的训练目标，嘛有可能咧进行夺岛登陆的训练计划。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已进入我空域，将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台湾西南空域民测专家讲，有一台中国军机27早起9点侵扰咱西南防空识别区。另外，国防部也证实，中国2日派7台军机，包括头一遍出现的米尔17多功能直升机，也甲武10武装直升机。空军副司令退役的张延廷分析，直升机伫海上真紧互战机拍落来，这代表中国空军认为已经达成掌握空中战场优势的训练目标。没有掌握张海的制空权，他如果直升机出海，很容易变成肉靶，很容易变成目标，被我们的战斗机都摧毁。所以我想说，他直升机过来了，他已经笃定，他认为他可以拿到台海的制空权。另外，2日绕台军机当中，运8直通机也是头一遍出现伫咱国西南空域，国加上米尔17也加武10。有军事专家分析，中国真有可能已经进行夺岛还是登陆作战的相关训练。另外，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2月邀请国防部、外交部、立委会部会首长报告台美中三方关系。报告提起最近中国威胁行为已经升关台海加区域紧张，并引起美国等理念瓦近国家加区域国家的关心。美国拜登政府也一直采取具体行动，也真侪届声明对台湾的承诺真坚定，这对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有真大意义。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对外表示讲，这高铁环岛未来有可能会当实现，这是引起讨论。敢是咱政府阁有新的交通建设？昨昏伊伫立法院是表示讲，这高铁环岛毋是梦，嘛强调这是替未来保留可能性。高铁延伸到宜兰，暂时也未决定。交通部长王国材讲到，高铁环岛毋是梦的讲法，搁再引发讨论，甚至比这期未晓行就想要飞。王国材解说，这是未来式，毋是现在式。不过要伫2个端点留下延伸的可能。日本新干线，如果当时它的端末站在本周没有留下延伸的空间，
今天也不会看到九州跟北海道的新干线哈。所以我觉得宜兰跟屏东，它这个端末站一定要留下未来可以延伸的一个空间，也就是它的轨道的设计哈，不应该在某个地方被阻挡，留下未来逐渐环岛的可能性。其实行政院长苏贞昌2日在立法院就讲，已经特别拜托交通部，高铁毋是延伸到屏东6地处就结束，而是一定要延伸到潮州。交通部证实，会搁再将高铁延伸到潮州的可行性来做评估。有立委质疑高铁在台北市服务700万人次，才有法度经2个高铁站，屏东若是有2个高铁站，恐惊是无这款的人口，也有运量。6块处到潮州距离有没有比左营长？差不多，所以有可能要再另外600亿，光工程经费。但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明年就是选举年了，不要让民众认为交通建设、国家重大建设预算是可以变成是竞选支票，一定要随便开、随便用，可以吗？交通建设一定要有长期的目标。高铁营运之后，我们的台铁旅客的载运量、收益没有减少。为什么没有减少？因为台湾有不同的旅客或者人民有不同的一个生活上的不同的需求。交通部正面来表示，环岛高铁是未来式，不过这阵进行式就是延伸宜兰、屏东，并且留下未来延伸的空间，避免断点站失去延伸的机会。记者自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城中城大火发生到今已经2礼拜。昨昏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有开记者会，批评市政府，讲这场大火已经是46个人，拢无人出来负责，要求市长陈其迈爱落台。市政府是表示讲，消防局、工务局2个局长拢已经请示落台，若调查报告伫明仔拜5嘛对外公布。记者会一日开始，身体罹难者甲伤者来默哀。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因为城中城大火到即阵无人出面来负责，要求市长陈其迈落台负起政治的责任。自从陈其迈上任之后，公安、劳安、治安都是全国恶名昭彰。市长，你不止你没有把市政做好，你的团队也完全失灵。国民党团认为市府团队在公安、消防检测无够落实，才造成严重的伤害。不过市府表示，追究责任的部分一直是由专案小组来调查，如果离稿结果做出来，消防局长李清秀、工务局长苏志芬已经在2日请示核准。我想城中城这个火灾事件是我们消防局的一个业务权责。那当然，我身为消防局长，有这个义务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没有其他原因，是我觉得应该要去承担。另外，市府也对这几天开始协助城中城的住户来租厝，即阵已经有1户住入去新厝。全部重购置冰箱、洗衣机、冷气，所有的衣服什么东西全部买的话，你想够吗？消委局表示，即阵申请的户数有67户，也有21户爱调查是毋是迄小厝的时阵住伫城中城，也是侪人共户，也不即笔资金符合拢来补助。另外，住户所烦恼的家电的问题，也拢有自身的团体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中成功社口活动中心，咧替民众注意风射时，吊伫天棚的电风也把是熊熊落落来，击着2个60多岁负责人。台中市政府是表示，即马设备的部分会继续详细检查，若膏药医疗费用的这部分会用公共意外险来负担。手提黄卡坐伫椅仔等注疫苗，医护人员赶紧过来关心头壳的伤势。台中成功社口活动中心的疫苗注射站，27早起熊熊发生意外，等台区顶悬的电线风落来，当场讲到2个60多岁负责人，互附近民众一直议论。公用设施在平常时如果没有保养到对不？应该首先可能买检查会小看一下吧。运气不好啦，哎呀，拄着啊，因为这嘛。无人爱发生这种代志啊！代志发生了后，注射站下晡疫苗照住落来，这个电线风，互工作人员刷走，其他的电线风拢关起来，现场解开冷气。成功区公所是讲，活动中心电线风使用10年啊，27早起因为天气较凉，敢若开电线风维持空气流通。意外发生时阵，一个负责人去电线风叶仔击到头壳，后来因为血压升悬，医护团队建议暂时卖注。另外一个因为肩胛甲脚小可受伤，顺利注射。
这里是用那叶片打到他的头部了，哈啊，医生也过来看一看，就把他带到我们那边诊后期那边冰敷，啊，跟他叫护士量血压，说啊他血压比较高，先暂停，哈，啊，另外一个比较好就去打。台中市政府是讲，这注射站拢是经场地较看有空调设备的场地，下晡会专门检修电线风这仪体设备。若是受伤的负责人是拒绝送医，敢若配合去派出所做笔录，并表示家己会去诊所就医。2人均无生命危险感谢警护人员的关心并明确表示自身无大碍，事后再自行就医。公所是讲，活动中心有担保公共意外险，2个负责人相关的医疗费用由保险支付，会持续关心因的伤势，会选一天安排其中一个完成疫苗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受害者出来指控讲，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鼓励因投资，讲饲鸡仔囝会当趁价差、趁价卡。真侪人全小贪，真正去投资，结果呢，钱落来了后，小贪软鸡蛋，钱拢互骗去啊！而且受害者全台湾拢有。标定出现限制能力的红漆，也有也甲规涂骹银纸的设计场，受害者甲放贷来拢想要找涉嫌吸收资金的姓黄查甫人，也毋过去伊提供的地址找人，拢找不到人。听说很多人来找过，对，但是他有住在这里吗？没有，也都没有。我来他就没有住在这里了。姓黄的查甫人涉嫌以代饲鸡仔囝的方式吸收资金，向投资民众讲家己有2个饲鸡的场，会当帮忙饲鸡仔囝。一开始只要先投资10万，买5000只平均20块的鸡仔囝，3礼拜了后，鸡仔囝饲大，每一只都会当卖出摊价差。伊每一只卖23块，介绍来看投资人只要获利了结，就当摕回本金，甲卖鸡仔囝所赚的价差1.5万。因为前几摆拢摕回本金甲获利金额，受害人就是真的增加投资。为10万增加到18万，也搁找朋友加入，2个人拢总互骗走700多万。一只鸡20块嘛，然后大概卖23块，赚3块钱。对啊，大概3个礼拜就回一次这样子，大家本金一样还你。受害民众联系姓黄的查甫人过程中拄到未少被害人，新北塘、台南、高雄拢有，已经向警方报案。初步估计，全台受害者超过10几，哄骗的金额可能超过1000万。与共同管辖权的相关检察机关积极侦办中。警方表示，屏东应受理2件类似案件，也提醒民众投资前应该确认投资的真假。若讲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的投资方式，就要细腻，唔通哄骗。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富里种有奇美的农民是表示讲，伊伫田里看到乌色的动物咧食稻啊。农会是认为讲应该有可能是台湾乌熊，转宣布讲当地的万冬稻啊全部拢要买起来，要互这动物食好粗饱。林务局是表示讲，现场并无看到台湾乌熊的脚迹，无法度确认到底是虾米款动物，也毋过会继续追踪。规身躯乌中中、耳孔圆圆的大型动物，伫农田之间食稻啊，发现有农民赶紧离开。我就要开车嘛，要回家的时候，就看到田里有动物，蛮大的，大概有1公尺这么大。发现过什么山猪啊，还是黑熊吗？山猪很多啦，黑熊是第一次看到。花莲县富里乡种有奇美的圣诞农民，怀疑看到的动物仔就是台湾乌熊。农会为影像判断，这个动物仔是台湾乌熊的特征明显，也个宣布不管当地稻啊和出现的动物仔食个饱。这个稻田，我们基本上请他不要采收，然后他相关的那些应该收成的这些金额费用，农会全额补偿他。也毋过，影片中的动物仔敢是真正是台湾乌熊？林务局还未采集到脚迹甲白色布等明确证据，所以态度保留。大部分的专家都认为是熊，但是所以我们不排除它是黑熊或其他的动物，但是在现场看到并没有确切的证据，确实它是黑熊，我们也是算蛮兴奋也慎重啦。林务局进一步指出，伫花莲生态监测10多年，上计就伫中央山脉上的倒溪乡发现台湾乌熊出没。
中国平原东边的海岸线尾，也无记录到台湾乌熊的踪影。目前已经伫当地架设安全3点遐机观察，民众若讲拄着唔通惊吓。台湾乌熊基本上是会闪开人，若果无好心会当炸心灵，也是喷雾剂，落参做是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一个艺术家，号做郑基业，亮起海墘啊，捡水流茶才会废弃物，甲创作出艺术品。最近，伊是甲附近的学校合作，做伙推广海洋教育，甲环保理念传入去校园。这道保利达的竿啊，互人学袂淡的酒竿啊，海边的废弃物艺术家郑基业是笑讲，这实在是真好用，毋但会当做酒杯，也会使变艺术的盆栽。这就足好用的，这甲挂掉，吼，敢若是铁挂掉细细的，咱就当做一个酒杯啊，嘛会当做高脚杯，足好用的。郑基业真认真咧推广环保的理念，伊定结合社区做伙清洁海沙堡，佮甲海边的废弃物摕来做艺术品。你看规片的海墘啊，吼，这海边拢总是一寡茶啦，吼，啊若无得酒竿啊啦、塑胶啦，里里扣扣的所有粪扫吼，人讲海漂就全部拢为这个海墘啊起来啦。周边学校海边国小知影郑基业的创作理念了后，特别和伊联络，希望伊甲环保的理念传入去校园。海滨国小就在东港，我们附近的镇海公园哈，是我们经常会透过各种活动哈，我们会邀集全校师生以及社区跟志工，我们来做净滩的工作。透过这个活动，落实海洋垃圾减量的观念，也把废弃物变成环保的艺术品，把海洋教育文化各有理念传入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传统工艺师柯铁岩做展览也是高技术，拢是真有名。即马河北科技大学是邀请伊去学校内底的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的展览，带乡亲咱做伙来看。有北省，阁有伫北界，一尊做甲真有路的庙翁啊，为庙祠顶头跳落来，伫艺术中心展出。这是云林的国宝艺术柯德岩。伫咧河北科技大学开办的展览甲加知识的创作展。工艺吼，实在论讲实在，食甲落学甲老。吼，我到70外岁咯，才来办这个展是安怎？就是讲咱讲要我这展览的，会当大家了解，互学生啊来看，讲啊，我这个展览到底是怎么做法？74岁柯德岩做展览甲加知识已经1甲子，精彩手艺伫咧中南部真侪出名的庙寺拢会当看到。前一阵啊，佮和北港的各大艺术办展览，即马佮和河北科技大学来合作，继续推广传统工艺。从公庙上面哦，能够把它转移到我们的这个艺术中心，湖北科技大学的艺术中心来做展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除了专业的知识的学习以外，能够体会到传统艺术的美。县府也特别颁发文化艺术的贡献奖，感谢柯德岩尽心尽力的保存传统工艺，让庙寺的文化甲艺术用新的形式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惠安区域第一博物馆阿嬷岛，因为疫情甲债务，伫去年11月份暂时休困。经过要一冬的拍拼，阿嬷岛即马对原地的迪化街刷到台北市的承德路重新开始，继续要注心伫人权教育。你不照相改，现在这个教授的观念完全不出来了，就叫我这帮大家给人家煮饭。啊，这样我是不人骗去。听阿嬷的声，讲出当年互人骗去做慰安妇的基地，顶色参徛街小巷的展览区内底有阿嬷的相片，这是关注慰安妇基地博物馆阿嬷岛。过去因为疫情也有债务困难，阿嬷岛离开伫大场店的旧馆，即马刷来到台北承德路的新馆。因为过去可能大家在参观旧馆的时候，就是以比较文物的部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走过去就看过去了，所以透过了声音的表达，展场里面会有很多的声音，阿嬷的声音，然后透过了聆听之后，再来静下心来想想看，我们如果是他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特别展览区即阵展出Me Too 先行者主题，
吴家修讲，这个阿嬷1990年代就开始甲妇援会合作，出面开记者会接受访问，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等等。那 Me Too 是在2006年开始的嘛？那到2017年的时候，好莱坞才又发动了这个比较大的运动。那其实阿嬷在1992年的时候就站出来。阿嬷岛即马是试营运期间，10月27到11月25，早是10点到下晡5点会使参观。有家属讲，11月26正式开幕了后，会有济推广活动。望阿嬷岛会使加做人权教育的基地。不过因为财源的困难，需要大众的支持。记者郭文陈派文台北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最近天气有变寒，北投的温泉区去浸温泉的人嘛有变多。也毋过业者是表示讲，水网已经豆豆稳定啊，咱过来疫情转好，也毋过因的生理同款无啥好，因为这边英国拢是以外国游客较济，目前咱的边境拢还未开放，敢若靠咱国内的游客咧交关，所以生理确实有差。北投温泉博物馆23周年馆庆特别规划液滴展，要互民众感受日本纳凉会的感觉。无讲你可能唔知影，这种暗时举行的娱乐，就是台湾夜市的关头。在这个整个北投的公园里面点亮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灯笼，哈，就很像在100年前就有一个彻夜通宵集合吃喝玩买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娱乐的一个活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台湾夜市的开关。曾经是日治时期东南亚上大的公共液池的北投温泉博物馆，除了伫过去启发台湾人对于温泉的熟悉，嘛互浸温泉的观念变普遍。这回周边业者嘛结合博物馆的活动，设优惠券，希望透过五倍券等等的促销，渐渐恢复疫情发生前的生理。尤其是在夏天，是以外籍旅客为多。在夏天的时候，外籍旅客几乎都占了50%以上。要恢复到像以往，非疫情期间的话，可能还是得要靠国际旅客的进来才有办法。业者表示，最近因为天气转凉，国内游客有增加，甲去年同时间比平，生理恢复差不多要70%，假日的订房数嘛有较提悬，望收落来疫情控制，注意风险比率提悬，通有更较侪人客来交关。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镜头来屏东枋寮长得去太阳能供电厂，因为现场有挖到日本时代的军事遗迹石头营，在地民众是要求停工，甲列做文化资产，也毋过拢无成。昨因是专工去新竹科学园区开发供电厂的厂商遐来抗议。较欢喜连起来，甲光电棒啊，共因的册贴啊单调。代表无欢迎厂商到枋寮设场，30多位屏东乡亲透早3点对屏东出发，下早来到新竹科学园区抗议，因为光电场开发案影响生态。周边种了赤竹，赤竹是它的第一道防线，那是2次大战日军所种的。可是厂商施工他不管这一块，他把所有的赤竹全部给它铲掉，然后还把山坡地开挖，开那个边角都非常的陡，整个的地形地貌都完全的变化。来到屏东枋寮，会使看到已经架设好势的基棍，现场嘛因为大面积开发，大片的树啊已经互人撤掉去，比起过去是差有够多。种电它可以到那个比较是贫瘠的土地去种电，好，不应该在一个世界级的罕见的这个历史建构的遗产，好这边。砍树种电，我希望你们可以转型啊！你们不一定要种光电啊。委员，我们完全合法开发。负责开发的公司就要派人出来接受真情，把发声明指出文化遗迹的部分会保留落来，卖针对因为工程受影响的地区进行生态保育，刷落来会继续甲在地民众沟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现代人真侪人会甲伊的生活点点滴滴写伫面册，甲人分享。嘛有真侪人三不五时就会甲面册开开、捞捞看看咧。伫泰国最近就有2个和尚，因是利用面册直播来讲佛法，写侪美奖，而且拢有超过200万人咧看。即马嘛会当算讲是正红的梦请。也毋过佛教界是批评讲，因安尼做不三不四，无大财。
手内摕道具，对着镜头哪讲哪做动作，也阁一直笑。这两位成人瓦拉万诺加塔拉普托是泰国最近正红的网红，因逐日拜五暗伫 FB 开直播，用简单容易了解又阁淡薄变笑的方式讲解佛法。ธรรมะยังถือว่าธรรมะ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าไม่เอาแต่ว่ารูปแบบอ่ะมันเอามาก คือวิธีการของคนที่จะเอาธรรมะไปสื่อสารกับคนมันไม่ได้แต่คุณไปยึดรูปแบบมากถ้าจะเทศต้องขึ้นเทศนั่งสงบก็ได้กับคนกลุ่มหนึ่งก็คนสูงอายุไปแล้วถามว่าศาสนามันจะอยู่กับใครล่ะมันอยู่กับคนรุ่นก่อนได้รุ่นเดียวหรือไม่คนรุ่นก่อนสุดท้ายก็จะล้มหายตายจากไปแล้วถ้าเราไม่เอาดึงคนรุ่นใหม่ไว้ต่อไปศาสนาจะอยู่กับใครศาสนาก็จะถูกละทิ้งถูกทอดทิ้งแต่มาไม่อยาก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因一开始是因为泰国的寺庙最近定定发生水钱、毒品加性丑闻的案件，失去真侪信徒，才想到要开直播。无想到讲效果真好，最近几礼拜一开直播，几分钟内就几60万人伫咧看，上最时阵有到200万人。瓦拉万诺的 fans 伫一个月期内增加800%，到250万。I would say that watching their lives is, I would say, adding some positive feeling, as at least a little bit of positivity in my day, and that really what we need during, the pandemic. 两个人伫咧直播时阵，会即时回答网友的问题，甲传统单向式的讲道模式真无共款，真受少年人欢迎。也过有一寡佛教界人士认为，若讲佛法若变笑，真无庄严。国会宗教委员会教会也传唤两个人，要求减少官商吵架不当行为。就将用新的流行方式讲解佛法，伫咧泰国社会依然有争议。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其他人行注射，荷兰即马就有研究人员利用镭射科技开发出一款袂疼无针的注射技术，惊针惊疼的人后摆注射会使唔免惊，而且免用针头，嘛当减少针头烧坏感染的风险。有人是因为惊注射，所以袂去做疫苗。即马有一个好消息，荷兰研发出一种新的技术，让你唔惊注射。这项技术用镭射枪代替针，挖伫你的手顶头，开关切落去，药啊就透过皮肤注入去身体内面。So within a millisecond, the glass that contains the liquid is heated by a laser. A bubble is created in the liquid, pushing the liquid at velocities on the order of 100 kilometers per hour. And we can see the gelatin how it penetrates about 1 millimeter approximately. 研究人员讲，规个过程比网仔钉还佫较紧，而且无卡到皮肤的神经，所以袂感觉疼。这项技术对今日注射正伫咧接受治疗的荷兰的演员奈森来讲是好消息。Het is bij mij een beetje ontstaan in mijn puberteit. En als ik een naald zie of als ik geprikt moet worden, dan wil ik gewoon weg. En dan breek ik als het moet de hele tent af als ik maar geen naald heb. Dat zou je niet echt voorstellen met een klein blond meisje, maar ik wil het gewoon niet. 研究人员讲，这项技术会让互人唔惊注射去做疫苗，也佫有防止针头污染、减少医疗废弃物的优点。估计差不多1年到3年就当正式使用。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气候影响咱的生活，伫法国有饲胖的人就发现讲。胖王即马拢无要生卵，无法度收生蜜，嘛袂脱种。另外，伫英国有一个查甫人，伊是讲伊要替北极熊请愿，伊伫分数顶派一只大只北极熊，伊要行480公里，行到气候峰会开会所在，要呼吁大家爱重视气候的问题。用拖车载着用手做的3公尺悬北极熊的塑像，来自英格兰史罗普郡做加固的西湖豪斯，一步一步行向下礼拜就要召开全球气候峰会所在，也就是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目的是凸显暖化甲气候变迁的问题，为南北极洋冰造成的生态浩劫来清明。这段482公里的路程已经行超过一半。因都得到真侪民众的支持甲鼓励，人做时阵会使扶着北极熊克莱里昂，互伊徛起来。人若是较少阴冷的天气，就2轮的塞车慢慢啊行。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better to do at this time. I've got this sculpture, and I'm raising awareness, and I'm meeting lovely people, and I'm talking in primary schools as I go past. The bear has stayed
some nights in schools. 镜头转来甲法国，伫亚尔萨斯省起芳的赫克做这道已经超过50年啊。近几年来，极端的气候对这芳群的生态造成真明显的破坏。今年春天到5月是真寒，各种花蕊拢激动，芳群无必通采，严重冲击收成，就连炭时后代这情形拢无正常地停落。Donc je ne sais pas si cette ruche elle va survivre parce que je ne vois pas d'œufs. Donc je ne sais pas. La reine peut-être est tombée. Elle est tombée infertile, hein, ce qui fait que fort probablement on aura pas mal de pertes hivernales cet hiver. 赫克估计今年的收成可能甲剩往年5%，虽然去年的产量袂歹，不过主年、大主年也拢是欠收的情况。因为体型上细昆虫，若是拢受到环境影响而灭绝，人类也无可能无受到影响，必须马上停止对这个环境的破坏，保护地球的永续。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天气报道在今日东半部北海岸有38号，那西半部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不过早暗会较凉冷，乡亲爱记得套衫。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9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